週四，國際黃金價格窄幅震後微升，最終收報3749.28美元，升幅0.36%。雖基本持穩，但中間幾經拉扯，全因初請失業金人數爆冷，同略微走弱嘅美元喺市場角力。市場核心戲碼係美國就業數據。勞工部公佈，截至9月20日當週初請失業金人數跌至21.8萬人，比前一週少咗1.4萬人。呢個向好數據直接沖淡咗減息預期。市場對10月減息嘅概率，從數據前嘅90%跌到85%。美元一度走強壓住金價，午後美元略有回落，加上俄烏同西方地緣緊張提供隱性支撐，金價先至收復失地，穩守3749美元。值得留意嘅係，目前市場所有目光都鎖定今晚嘅 PCE 物價指數。呢個係美聯儲最睇重嘅通脹指標。路透調查預期8月 PCE 環比升0.3%，同比升2.7%。按現時走勢，除非數據異常高企，比如同比超3%，否則難以對金價造成大衝擊。反而若低過預期，減息預期會反彈。3758美元阻力位隨時被攻破。後市睇兩點：第一，今晚 PCE 數據能否重燃減息預期，推動金價突破3758美元；第二，地緣局勢有冇新動向，為避險買盤添火。若兩者共振，上望3779美元冇難度；若數據強勁，地緣平靜，仲會喺3740到3758美元區間拉鋸。最後重申，以上分析絕對不構成投資建議，買賣決定要自己負責，盈虧自負。想第一時間知 PCE 數據後金價走勢，訂閱俾個 like、share 給投資金老友，多謝收看。